哦。第一位是我们世界客服总会高雄市分会张文莹理事长，请上台，以及我们新桃苗同乡会洪东坤理事长为我们的新人及上要挂上这个祈福之灯哦。掌声欢迎两位长辈，鼓唱文扬。好，那我们请工作人员来协助上道具哦。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都是在我们高雄市客家社团非常具重量的两位长辈，要为大家来进行上灯仪式。我们请新人们，我们往后方面向我们的上灯区来往后转。我们准备要来接受祝福喽，那待会要请理事长们上灯仪式哈。那待会呢，我会用客华双语来念这个仪式哈，请上灯，抢松灯。回座。好，那接下来呢，我要请我们的新人们转向你们的后方，我们面对我们舞台的正前方。接下来我们要进行3拜礼的仪式哦。还没有让大家好好看看你们，对不对？是跟大家挥挥手，21对幸福的新人们，真的很幸福哎。好，接下来呢，这个喜气洋洋的氛围当中，我们来用空间真哦，今天是一个喜年哦，都感觉。雨豆树下我来进行我们的客家婚礼，充满了你的感动跟幸福哦。那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归功于我们的长辈们多年的栽培及爱护，才成就了今天新人们的幸福时刻。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客家传统礼俗当中非常重要的3拜礼哦，3拜礼的仪式。我们请所有的新人们再一次面向我们的上灯区来往后转。好，待会呢我们要来进行这个3拜新人行3拜礼的仪式哈，那让我们一起向天地表达诚挚的感谢哦。一拜天地谢恩典，请拜；一拜天地掐恩典。好，现在请新人们转向台下，来，我们的爸爸妈妈才有今天的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心怀感恩吼，比这种感谢的爸爸妈妈从小吼，安尼干来受多开吼，那要向养育我们的父母长辈行2拜高堂之礼哦，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哦。再拜高堂福寿长，请拜；再拜国父福书虫，感谢我们的爸爸也会跟我们下多开。最后呢，邀请新人们面对面看着你心爱的另一半，这个就是未来要跟你牵手走下半辈子的，深情的看着对方，今天要深情哦，不要偷笑，我们深情的看着对方，我们互相爱意，互相彼此哦，非常重要的时刻，即将进行3拜礼的仪式哦。好，接着呢，我们要感谢所有的这个长官莅临我们的活动现场，我们请新人面对面，我们即将要行2人对拜之礼，我们要许下永恒的誓言哦。新人对拜结同心，幸福美满好姻缘，请拜。来，新人对拜结同心，幸福美满好姻缘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长辈们，是你们的爱让孩子们有了最坚实的后盾，我们来面向我们的正前方。谢谢我们的21对幸福的新人，因为有你们的栽培，才有今天的我们。今天呢，有大家的祝福，相信这21对新人呢都会白头偕老哦，是不是？再一次邀请现场的民众，最